專門治療、化療、洗腎。對於慢性或者係晚期嘅癌症患者，專門治療例如化療同埋洗腎，有可能控制病情、延長生命或者係改善生活質素。但呢啲治療同時帶來挑戰，需要病人同埋家屬深思熟慮。化療係用於治療癌症嘅主要手段，目標係減輕腫瘤增長、縮小腫瘤，以延長患者嘅生命。化療通過口服或者注射藥物，破壞快速生長嘅癌細胞。化療對於有啲癌症非常有用，但可能會引起副作用，例如噁心、疲倦、脫髮同埋免疫力下降。病人需要權衡化療嘅益處同埋潛在影響，再作決定。洗腎。當腎功能衰竭，導致無法排除毒素同多餘水分，洗腎成為咗一種人工嘅替代方法，包括血液透析，俗稱洗血，或者係腹膜透析，俗稱洗肚。洗血係通過洗腎機清除體內毒素同埋多餘嘅水分，需要手術建立血管通路，例如動靜脈瘻管。每次治療需要3至4小時，每週大概3次。洗血可能會引起低血壓、抽筋或感染等嘅副作用。洗肚係利用呢個腹膜作為一個過濾膜，透析液注入咗腹腔之後，會停留一段時間再被排出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身體嘅毒素同埋多餘水分亦都會跟隨呢一個透析液一同被排出體外。洗肚每日需要更換3至4次，病人可以喺家中進行。可能引起嘅併發症包括感染、腹膜炎或者係導管阻塞。自動洗肚機可以喺夜間自動完成透析，減少日間操作嘅次數，但亦有感染腹膜炎或者係導管阻塞嘅風險。無論使用邊一種透析方法，都需要長時間治療，可能影響到患者嘅生活質素同埋自由，對於病人造成負擔。如果唔用呢啲治療，病人會點樣？如果病人選擇唔接受化療或者係洗腎，我哋將會專注於舒緩治療，例如開去水藥減輕呢個體液嘅積聚，或者止痛藥去減輕呢個疼痛，提升病人嘅生活質素。舒緩治療雖然冇辦法醫好個病，但係可以有效減輕症狀，等病人同屋企人有更加多嘅時間相處。治療嘅重點在於符合病人嘅價值觀同埋生活目標。透過預設照顧計劃、預設醫療指示，病人或家人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佢哋嘅意願，確保醫療安排最符合病人嘅價值觀，喺生命嘅最後階段保持尊嚴。趁而家自己仍然擁有自主做決定能力嘅時候，同屋企人、醫護人員溝通，並委託一位代理人喺你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時候執行你嘅意願，確保你喺最後嘅日子獲得適合自己嘅照顧。如果病人而家已經失去咗自主做決定嘅能力，但同時未有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預設醫療指示，屋企人都可以同醫護人員商討，為病人設立預設照顧計劃嘅。